一项正重要的消息要来提醒大家，这民众呢对国外买2台以下的手机啊，也是现机等等第2级的电信器材，对今年2月开始，这一台是会收750块的审查费。民众党立委毋过强调来批评 NCC 这款政策毋对，也那国民党立委郭如君也认为讲，这是咧甲民众抢钱。NCC 是回应讲，其实收审查费，就是因为需要开真侪功夫去操作，毋才会设这项规定。即马自海外买配备 WiFi 拿个3C 智慧机甲产品邮寄转来台湾，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自今年2月初5，拢爱收审查费750块，真侪民众唔知影，拢惊一条。压力很大，原本只是去海外买东西，就是为了要赚便宜啦，结果你又多收钱。它这个成本加了750上去，有没有还是比较便宜的话，那还是会选择。能不要当然最好啊。国民党立委甲如君接到民众陈情，为国外买也是送修返国的拿牙产品，加做 NCC 收费新标的，只要具备拿牙也是射频功能，费用以数量累计，一个手买750块，2个就要1500块，数量愈多收费愈悬。影响的范围甚至还包含了蓝牙滑鼠跟键盘，以及我们所熟悉生活周遭的阿宅配件。这样子的一个政策，让人不禁怀疑，到底是从平行时空来的，还是想要抢阿宅手上已经仅存的这些希望让台湾科技之岛的实力加强的这些资源跟资金啦。保证义勇民众伫国发会的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的发起联署，批评这款的政策严重造成不方便。NCC 强调，制定电信管制射频器材相关法规，是为了维护国内电波特殊，避免不符合咱国无线电频段甲发射功率规定的射频器材伫市面上试过传。干扰警察、消防、机场等无线电通信，也表示新增加的收费标准也是以法制作业定书办理。这本来就是在抢钱啊！我觉得 NCC 真的是正事不干，干起有牌的流氓啊！怎么会突然在大过年过后了以后，突然推出一个如此的扰民，而且从人民的身上拔毛的错误的政策？对外界关注敢是会造成三 C 产品起价，NCC 表示，国内销售业者是凭先验证明大量进口产品，不是以自用名义，所以唔免交纳审查费，袂影响国内市场的绩效。公视新闻采访报道。